淨係識寫曲，遲早俾人淘汰。而家去讀 IT 專業仲有冇前途啊？我哋而家唔會再請新手嘅 Junior 工程師嘅。呢句說話係出自一位喺 Apple 做咗6年嘅資深工程師，呢個就係2026年最真實嘅 IT 邏輯。佢哋寧願管理20個 AI 工具啊，都比培訓一個冇經驗嘅新人有效率。如果你仲覺得識寫 Python、Java 就係鐵飯碗嘅，或者每日仲係重複緊改曲啊、隨筆嘅生活，可能要聽下呢句最難聽嘅真話啦。AI 係會淘汰一啲淨係識寫曲嘅曲達，而企業搶住要嘅係識得駕馭 AI 嘅人才啊！想喺呢個 IT 生存戰入面打橫行，你要裝備好呢3樣嘢：指揮 AI 嘅能力，識寫曲咧係基本嘅，識得叫 AI 幫你搞掂60% 嘅重複工作先係關鍵。系統設計嘅思維 ，AI 可以幫你寫一個 function， 但係佢未必識得幫你設計一套穩定嘅 system architecture。最重要嘅係一張國際認可嘅沙紙啊！你想入大公司，想 remote 攞美金、移民攞簽證，一張英國公立大學嘅 computing 學位係你專業嘅認證啊！呢個課程最快1年就可以畢業，只要你持有相關 High Dip Asso 就可以銜接噶啦。用1年時間完成 Top Up Degree， 100% 網上修讀，唔使返大學坐，唔使考試，淨係寫 assignment 就可以噶啦。英國公立大學頒發，獲 QAA 及國際認可，你嘅身價即時提升啊！想知你可以點樣1年內拎到英國 degree？ 想了解點樣裝備自己成為 AI 時代嘅搶手貨？留言 Computing 或者 WhatsApp 我啦，老師會解答返大家嘅問題嘅。